我哋居住緊嘅城市望落富裕，但係貧富懸殊加劇，加上人口老年化，本港有唔少長者連一日三餐都會出現問題。我哋上去嘅時候都會見到就係飯煲直情咧係用到溶咗，啲電線溶咗，佢哋都唔捨得換啊，因為佢哋冇錢啊。年紀輕輕嘅 Jody 讀書嗰陣，不時為香港防止虐待長者協會做義工。畢業之後，原本打算開補習班創業，但係喺機緣巧合之下，2年前成功投得九龍城裁判院入邊嘅飯堂經營。投身飲食界之後 ，Jody 由零學起，積極參加飲食培訓班，短短2年就將餐廳做得有聲有色。賺錢之餘，佢亦不忘回饋社會。讀商科嘅時候咧，其中一個 chapter 咧就一定會教一個叫做社會責任嘅。咁當然係一個即係一個企業嘅時候，你要 make profit， 呢個係好正常嘅事。但係同時你當你 make 到某個 percent 嘅 profit 嘅時候，你係應該去幫助社會上面有需要嘅人。為咗令長者有個溫暖嘅晚年 ，Jody 以自資同埋籌款嘅方式，喺每個星期五同埋一啲大節日，炮製大批愛心飯盒，免費贈送俾長者。Jody 坦言，為長者預備飯盒嘅成本其實唔多，反而長者嘅反應令 Jody 感受到工作變得有意義。我哋食飯嘅時候，我哋一肚餓，我哋就去食飯。但係每一次我落到去嘅時候，咁啱派飯呢，我都會見到一啲長者係一個期待嘅眼神嘅。為咗令更加多長者可以受惠 ，Jody 打算等法院飯堂約滿之後，轉租營業時間較有彈性嘅地鋪，繼續為長者提供免費飯盒。等佢哋知道社會上總有人會關心佢哋。ONTV 東網電視新聞台報導。